分享到 YouTube 最下面那一列。怎么会这么慢呢？按很多次都不会动。很惊人。抢镜头。叫做 TikTok 现场照片，这个动态照片做好了可以当桌布呢。水族箱的那个动画也可以当桌布。如果有下载水族箱那个手机程式 APP， 壁画的也可以。以 GIF 动画格式分享，参考影响老师抖音里面影响老师教声音美容。